继续来看总统赖清德就任，明仔载满1个月，伊今仔日伫总统府内召开着就任了后第一场的记者会，伊宣布讲将要以气候变迁、健康台湾、全民防卫3大方向来成立着3大委员会，由伊本人来担任着召集人。上新的民调，赖总统的支持度小可落降。总统回应讲，支持度有悬有低，行政团队应该是高不骄、低不馁，就是民调高唔免骄傲，民调低唔免失志。另外，针对着行政甲立法团队的互动，卡无顺，伊讲，就算是冠军的球队，嘛需要时间来磨合，才会打败。这1个月来，我是战战兢兢，不敢有任何的松懈。执政要满月啊，总统赖清德头一摆伫总统府开记者会，回应时事，嘛宣布新的政策。我决定在总统府成立3个委员会，由我担任召集人。因应国际上新的局势，针对3大议题成立委员会，亲身做3委员会召集人，副召集人名单已经出来。气候变迁的部分由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、中研院院长赖俊智、核适联合科技的董事长董子贤负责。全面的防卫，这是由副总统萧美琴、总统府秘书长潘明安，要管委会秘书长吴钊燮。健康方面，由健康台湾推动联盟召集人陈志宏，要国家先进医疗产业促进会会长王启辉以及陈时中担任。这3个委员会不只代表着执政团队一体、跨部会同心，更代表着跨部门、跨领域公私协力的精神，将每季召开1次会议。我们今天不开始行动，明天进度就落后。这是多上任针对国会职权的修法，行政院提出复议调也继续大战。今日一天，台湾民意基金会民意调查嘛出来，赖清德的声望有淡薄仔降低，更加听讲党内有杂音，沟通有问题，甚至和民进党立法院党团的总调郭建明生气。有高有低啦，行政团队应该是高不骄、低不馁，的确是跟立法院党团应该要尽速能够到位。不过就像是一支球队一样了，即便是冠军球队，在磨合之间也需要时间。要求团队要赶紧进入状况，毕竟面对内外挑战，施政无蜜月期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